大家好，歡迎翻嚟葉神 Podcast，我係葉仔啦。其實我呢係一個小學都唔係畢業，係一個結業嘅學生嚟。咁我就係讀到中二就冇讀啦。其實我好鄙視一種而家現今嘅教育模式嘅一種類似填鴨嘅教育模式，上下鼓勵懲罰嘅嗰種教育，我好唔中。但奈何人性呢，就係自然嘅，人啊需要鬧嘅，又需要鼓勵。咁其實只係一個主流去形成一種咁嘅模式咯。咁今日要介紹嘅呢本書係我自己一個好中意嘅一個心理學家阿德勒嘅心家，佢嘅思想製作出嚟嘅一本。咁呢本書就唔係阿德勒寫嘅，就係用佢嘅思想整合出嚟嘅，係兩個哲學家咁樣去寫出嚟。咁阿德勒思想覺得教育嘅模式呢係一種平等嘅模式，佢認為人與人相處都應該要係唔會有高低嘅，人係冇高低。而佢所講到嘅嗰種教育模式呢，就係我正正想要做到。即係我唔係用一個老師，因為我自己覺得自己係完全冇資格成為一個老師，因為我得個小學程度畢業啫嘛。咁我睇幾本書，雖然我係領悟得好深，我係明佢講，我明晒咁滯。即係我其實我唔學習，我都唔知自己學習係咁勁嘅我，因為我明白書入邊好深層嘅點啦，同埋一啲本質上嘅點我都明白嘅。所以呢，但我又唔想去用一個老師嘅角度嚟教學生，因為我亦都冇資格。所以咧，我自己設計咗一個全新嘅學習模式嘅，就係我同你一齊去學習咯。咁我一直以嚟都係用呢個角度去出發點嚟去做嘅。咁我自己呢，就有一種全新嘅思維，有一種全新諗頭。我將呢本書嘅精華去整合成一種 AI 嘅指令。咁我只需要複製貼上呢，你就會得到呢本書嘅核心重點，而你又可以喺呢本書嘅核心重點之中呢，再去同個 AI 對話，繼續深化呢個核心。所以其實簡單啲嚟講，我自己認為學習係好需要自動波，好需要自學嘅。你去自己願意去學習嘅時候呢，你先真正係吸收到咯。所以呢個葉神 Podcast Channel 呢，我而家都錄音錄得好隨性啊！講真，都唔係咁即係當大家傾下閒偈，跟住我會將我自己設計嘅一啲 AI 指令，我再重新出嚟同大家讀書咁，即係我會講下我係點理解。咁阿德勒呢個人呢，我而家今日想同大家講嘅一本書係叫做《被討厭的勇氣》，其實係一個我認為好需要知道嘅一樣嘢嚟嘅，因為你關乎於你究竟喺呢個世界你成唔成功，你可唔可以做到自己，甚至而家好多人想講啊，嗰啲話又要使命感啊，跟住要好多做自己啦。其實如果你冇勇氣俾人討厭咧，你一直都係想討好一個想外在世界覺得你係一個好人，你會係戴住一啲假嘅面具，所以你呈現唔到自己咯。如果你喺外在世界呈現唔到自己咧，其實你係好多阻礙，你做唔到你真實嘅你唔會開心，你唔會幸福咯。所以我哋而家對於外在世界嘅物質追求咧，我哋其實都好易滿足嘅，因為我哋都條件都好好，食又食得好，住又住得好。其實我哋一直以嚟都係追求緊幸福嘅咧。但係如果你連俾人討厭嘅勇氣都冇咧，咁你點樣去追求幸福啫？係咪？所以呢本書嘅核心論點就放咗喺個書名度啦。其實好多書都係將個核心觀點放落書名度嘅，但係呢本書咧，佢個深度非常之深，因為佢有5日嘅內容嘅，佢每一日嘅內容咧都非常之有意思嘅。咁我設計咗5個 AI 嘅指令啦，俾你哋複製貼上嘅。咁我而家就同大家一齊去玩下第一個 AI 指令，我都唔知會出現咗啲咩出嚟嘅。咁我同 AI，我貼咗上去同 AI，我問佢將佢喺第一日嘅內容深化一啲嘢出嚟俾我啦。咁佢第一日係講緊乜呢？就係阿德勒嘅心理學係否定呢個創傷論，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革命性嘅觀點，都好大膽。點解呢？因為創傷論係我哋一直以嚟影響住我哋嘅。我哋認為我細個受過呢個創傷，所以我人生就點啦。我因為經歷過一場車禍，所以
我就個人生就好灰啦。但係其實阿德勒嘅思想話俾你知，唔係過去決定未來。佢呢度係咁講，簡單嚟講，過去嘅經歷，例如童年嘅不愉快、失敗或者傷害，唔會自動決定你嘅人生軌跡，而係你今日回望同理解過去嘅嗰段經歷，先塑造到你今日嘅行為咯。其實即係當初聽呢個道理嘅時候咧，其實好難理解嘅。點解唔係過去決定未來嘅，係你當下決定過去嘅？跟住佢呢度個 AI 係咁出嚟嘅。阿德勒認為人生唔係一條由過去嘅因果鎖死嘅一條路，而係你今日選擇嘅態度，遠比過去發生嘅事情更加重要。佢同弗洛伊德嘅原因論有根本性嘅分別。弗洛伊德嘅原因論話，人生嘅問題同行為都源於過去嘅創傷或者潛意識，例如一個人細個俾父母忽視，長大可能會缺乏自信，而呢個因果關係就注定，即係呢件事係注定咗，係好難去改變到嘅。但係阿德勒嘅目的論呢，就完全相反，佢話我哋嘅情緒同行為呢，唔係因為過去而產生，係為咗達成某個目的嘅。即係我哋自己選擇，例如一個人可能會因為害怕失敗而唔敢試啲新嘢，所以呢就套用咗我以前俾車撞呢個經歷啦。我以前俾車撞，所以我而家就唔敢去做某樣嘢啦。咁其實唔係嘅，阿德勒話係你單純你唔敢做某樣嘢，所以你先攞翻你以前個經歷出嚟喺度賣慘嘅啫。但阿德勒話呢個怕唔係因為細個嘅創傷，而係因為佢潛意識想保護自己，避免面對失敗嘅風險。換句話說，過去只是原材料啊！你點樣用呢啲原材料去構建你嘅人生故事，係你嘅自由同埋責任。你隨時都可以全新演繹過去嘅，俾佢一種新嘅定義，進而改變你嘅未來咯。咁呢啲全部都係 AI 生成出嚟，呢個就係第一日嘅內容嘅核心，一種目的論咯。跟住第二點就係有啲生活啲貼地嘅假設同埋啲貼地嘅分析，即係嗱，呢個係又係 AI 生成出嚟嘅。假設有個學生叫小明，細個因為成績唔好，成日俾老師同同學嘲笑嘅，甚至俾父母責罵。長大之後，小明變得好怕失敗，唔敢參加任何比賽，連工作上嘅新挑戰都避開咗，一有機會就退縮，成日覺得自己唔夠好啊。如果用弗洛伊德嘅原因論去分析，可能會話小明嘅怕失敗係因為細個嘅創傷、俾人嘲笑同埋否定嘅經歷，導致佢缺乏自信。呢啲過去嘅傷害好似永遠困住佢。但用阿德勒嘅目的論睇，呢個失敗嘅焦慮其實係小明潛意識嘅目的性行為。小明唔係因為真正過去嘅創傷而怕失敗，而係佢今日選擇用怕失敗作為一個理由，去避免面對可能嘅挫折同埋壓力咯。換句話嚟講，小明嘅焦慮同退縮，其實係佢潛意識嘅策略，幫佢維持咗一個安全區，唔使冒險去證明自己嘅能力。例如，小明可能會諗：如果我參加咗比賽，我輸咗，會唔會證明我真係好差呢？為咗唔想面對佢呢個我真係好差嘅可能性，佢選擇完全唔參加，俾自己一個我唔係輸，我冇試過嘅一個借口，呢個目的嚟保護自己嘅自尊心，但同時亦都會壓制咗自己嘅成長嘅。阿德勒會提醒小明，你嘅焦慮同退縮呢，唔係過去強加俾你嘅，而係你今日選擇嘅行為。你可以選擇重新詮釋細個嘅經歷，例如話嗰啲嘲笑呢，其實只係嗰陣時嘅意見，即係唔代表你今時今日你嘅價值咯，因為你成長咗嘅。其實如果即係你今時今日嘅你翻去舊時嘅細個身體呢，你點樣面對嗰陣時嘅嘲笑？你係完全會用一個完全唔同嘅角度去面對嗰啲人俾你嘅嘲笑嘅。其實所以其實唔使理過去咯。當你改變詮釋行為同未來都可以改變嘅，呢個都係 AI 整出嚟啦，就係一啲貼地嘅分析啦，就去俾到啲例子嚟。我相信呢個指令咧，個人都會生成一啲唔一樣嘅例子，但係
都會好容易明白嘅，因為係我設計到10歲都明啊，10歲都可以收睇呢個葉神 Podcast Channel。雖然而家呢個已經係我類似一個閒獵嘅 channel 啦，但係我未來呢，我都會更加製造得更加多嘅主題出嚟啊。例如係我而家製作緊啲書籍啦，其實我想設計一啲譬如我一個大嘅主題係叫做自我成長啊，咁樣都會好太大啦，即係可能係一個原生家庭咁樣，如何搞掂你嘅原生家庭，呢個就係一個 topic。跟住我會設計10個嘅 AI 指令，再配合我嘅一啲理解去做一個咁嘅公益課堂咁啦，即係你類似係我同你一齊去溫一溫呢啲 AI 指令，然之後呢堂課就會送10條嘅 AI 指令俾你哋，你每日睇一條，基本上你可以每日睇一條咧，你持之以恆，你睇過10日咧，你一定會面對到，即係會幫助到你少少去解開你原生家庭呢個大 topic 嘅前提。因為而家我認為咧，學習已經完全唔一樣啦！你手上邊就係捉住一個萬能嘅學習鎖匙，就係你部電話。呢個 AI 咪就係你最好嘅學習夥伴咯。但係你哋只係唔識設計一啲 AI 嘅指令，即係你試想下啦，用呢個警察嚟做例子，其實而家好多警察咧係啲偽俊仔啊嗰啲去做嘅啫。咁以前啲警察咧都分開好多年代啦。最舊嘅年代咧係我為咗收錢收片嗰啲劉德華嗰啲咧，我要收錢雷洛嘅貪污去做當差嘅。以前係咁啦。跟住有個年代咧就 ICAC 嗰陣，跟住古惑仔同古惑仔對抗嗰時，啲警察好勁嘅。葉繼歡嗰啲年代，好多人真係為咗捉賊，好覺得警察係保護市民去當差啦。咁你諗下，而家回想翻而家呢個年代啲警察點解去當差，就係有一份穩定嘅職業啦，政府工啦。咁我冇覺得唔好嘅，即係呢個世界上仍然一定係需要有差佬啦。咁亦都有啲真係要捉賊嘅差佬，但係好多時大部分嘅人都係抄下牌，跟住有餐溫飽嘅啫嘛。即係我冇話唔好，呢件事唔係唔好嘅。但我想帶出嘅一個觀點就係，而家一種世界上其實好多你唔知係啲咩人俾到你嘅資訊，即係可能一啲教育嘅影片，佢哋其實個本質深層佢想去為乜呢？佢係為咗賺你啲錢嘅啫嘛，佢為咗賺你啲錢而教育你嘅。咁其實佢出到嚟嗰條片呢，雖然有教育意義，但係未必係對你好有幫助。而自學呢，就一定係對你有幫助，因為你問 AI 咧，AI 係毫不保留話俾你知噶嘛。所以遲啲嘅主流學習都係同 AI 去學習嘅，就係一種自學咯。好，繼續翻嚟第一日嘅被討厭的勇氣呢本書啊。跟住 AI 仲生成咗啲咩出嚟咧？就係第3項每日嘅提醒句啊！我可以選擇點樣詮釋我嘅經驗，而唔係等經驗嚟定義我。呢句話提醒你，你有主動權去決定過去嘅經歷點樣影響你。無論你遇過挫折或者傷害，你都可以俾呢啲經歷一個新嘅定義，幫你向走。而唔係俾佢困住你嘅人生，其實係你而家呢個當下決定你嘅過去咯。即係阿德勒呢個思想其實係真嘅，真真正正你可以用你而家嘅定義嚟決定你嘅過去。因為好多人咧會因為一個好塵封嘅過去嗰下受傷，佢永遠都覺得因為係咁所以我就受傷。你可以完全調轉嚟諗，因為咁我受傷所以我成長了，係隨時可以變嘅呢個思想。你一定可以喺當時嗰刻嗰件事件嚟揾到一個新嘅角度嚟俾一啲新嘅定，但係你去唔去揾嘅啫。跟住第4點有個反思嘅問題啊，因為呢個 AI 指令咧係得除咗挖掘呢本書嘅核心要點出嚟啦，仲會有啲貼地嘅生活假設啊，每日嘅提醒句啊，一啲反思嘅問題啊，佢好多嘢啦，總之整合埋出嚟俾你哋溫，但係又唔係好多嘅。其實即係簡單啲，你15分鐘睇晒嘅，但係你每日睇15分鐘咧，一年之後咧，你唔得了啊，你個人。第4題一個反思嘅問題，我有冇邊一種情緒或者困難，其實可能係我自己嘅潛意識用嚟逃避嘅方法呢？呢條問題鼓勵你深入探險，深入檢視自己嘅深入檢視自己嘅行為同情緒啊！
例如你有冇一啲反覆出現嘅焦慮、拖延或者自我懷疑，背後其實想保護你嗰種唔敢面對嘅挑戰呢？例如你可以分辨下你嘅情緒係真嘅，例如你可以開始分辨你嘅情緒係真嘅，因為過去定係你潛意識用嚟維持嘅目的。即係你可以反思下咯，你可以反思下我有啲嘢係因為我過去，所以我而家係咁呢？即係你而家當刻你嘅問題，你實會諗到少少噶嘛？因為我女朋友同我分手，所以我而家就好悲慘啦。咁樣即係你要反思咯。其實你要知道，你而家悲慘唔係因為你個朋友，同埋唔係因為你個女朋友同你分手，係因為你而家你想悲慘，唔想去識嗰條新菜啫。明明出邊咁多新女森林咁大。好，第五就係書中重要嘅內容引用同解釋啊。咁大家就同我一齊學習下，雖然我而家講得係有啲衰衰地，但係我會越嚟越進步嘅。我都覺得自己唔會講到口窒窒嘅，遲啲好勁啊！書中嘅引用啊，有啲書入邊嘅句子啊，經驗本身唔係成功或者失敗嘅原因，我們不是受創傷所苦，而是根據目的去解釋創傷，就係一直以嚟講緊嘅嘢啦。呢句係阿德勒否定創傷論嘅核心啦。佢話任何嘅經驗，例如失敗、被拒絕或者痛苦，本身係中性嘅，唔會自動決定你嘅人生結果。真正影響你嘅係你點樣為呢啲經驗付諸嘅定義，以及你用呢啲嘅定義去追求嘅目的。例如一個人俾人甩拖，呢啲就係我啱先講嘅嘢啦。佢呢度都生成咗同我一樣嘅原來。例如一個人俾人甩拖，可能詮釋為我唔值得被愛啦，於是變得好怕咁去再拍拖。但另一個人又可能會詮釋為呢段關係唔合適我可以揾個更好嘅。一個係積極向前，一個就係好負面啦。咁都會帶嚟唔同嘅人生方向嘅。阿德勒強調，你有能力選擇點樣去解釋你嘅經歷，而呢個選擇權呢，就決定你係咪會被創傷困住啊，定係將佢成為你成長嘅動力。好，咁呢個就完呢個第一章，第一個 AI 指令啦，叫做第一天啦，就係否定創傷嘅核心思想。好，咁我繼續去嚟第二個 AI 指令啊，就係第二日嘅內容啊。主題就係所有問題其實都係人際關係嘅問題啊，即係你解決到人之間嘅問題呢，你係解決晒所有嘅問題噶啦。第一點，首先解釋下所有嘅煩惱源於人際關係。點解？阿德勒嘅心理學嘅一個核心觀點係，所有嘅煩惱同問題，無論係孤獨、自卑、焦慮，歸根究底都同人際關係有關嘅。佢話我哋嘅情緒同埋心理問題唔係因為自己內在有咩缺陷，而係因為我哋係同別人嘅關係入邊產生咗被排除或者比較嘅心態。簡單嚟講，你覺得自己唔夠好、孤單或者焦慮，通常都係因為你點樣看待自己同他人嘅關係有關嘅，唔係真正你嘅問題嚟嘅。被排除感係咩？被排除感係指你覺得自己同他人隔離，唔被接納，唔屬於某個群體啊。呢種感覺會讓你感覺得孤單，甚至覺得自己同世界係格格不入嘅。阿德勒講，呢種孤單感唔係因為你一個人嘅獨處，而係你覺得我同其他人連結唔到啊，或者我唔被需要嘅。呢個就係任何關係都係源於人際關係嘅問題所產生。孤單其實唔代表孤獨嘅，咁孤單真係你自己界開咗你同埋呢個世界咯。而孤獨呢，就即係好似一啲 alpha 男咧嗰種人呢，係好孤，佢唔怕孤獨嘅。但係孤單呢，係任何人都會怕㗎，因為你覺得你同呢個世界斷開咗連。咁我自己都係一個曾經好孤獨嘅人嘅，所以其實我聽到我吸納到阿德勒呢啲思想嘅時候，我覺得好有共鳴咯。好，我哋繼續睇落去，生活感受嘅例子啊，又係一個例子嚟嘅。
假設你喺學校見到一班同學喺操場度一齊玩住笑啊，笑住玩啊，你好想加入，但你會諗佢哋咁熟，我點好意思走埋去同佢哋傾偈啊？我會唔會覺得我自己怪怪地咁啊？所以你選擇一個人行開咗，然後覺得好孤單。呢種被排除感唔係因為你真係被拒絕啦，而係你自己假設咗你唔會被納嘅，於是主動退縮啊，強化咗孤獨嘅感覺。呢一種行為嘅模式都好阻礙我哋交入。其實有呢個諗法嘅人呢，佢哋都去假設咗自己唔會納咯，但係真實嘅情況呢，即係我話俾你知真實嘅情況，你哋先係一啲最人哋想接納你嘅一種人咯，因為你唔會隨意咁去冒犯人嘅一種人。其實呢個世界上係好多人中意你哋呢種人，即係一種覺得啊，我會唔會人哋會唔會覺得我怪啊，覺得我點啊？其實呢個只係你自己腦補出嚟咯。其實佢哋係好想去接納你嘅，但係前提下你要做主動出嚟同佢哋親近嗰個，你會明白你係好受歡迎咯。而如果你真係唔受歡迎咧，即係你黐埋去同佢哋玩啦，然後你唔受歡迎咧，都唔緊要，只不過係佢哋嗰個圈子嘅人同你唔一，所以任何人咧，只有你自己去斷開同世界連結嘅啫。世界咧係好願意去連結你嘅，其實事實上係咁嘅。好啦，繼續睇落去。咁以上上述嗰啲係我自己嘅啲啟發嚟。咁我都講咗啦，呢個 podcast 係算係我同你一齊去溫書咁樣啦，類似我會講下自己嘅一啲睇法啦，即係除咗睇下有 AI 嘅指令，咁你哋都可以更加去深化 AI 嘅指令。你可以再問佢啊，仲可唔可以舉例多啲嘅假設啊？因為我俾咗一個開頭你咧，已經俾咗一個好好嘅學習嘅開頭嚟。咁你可以繼續去詢問 AI，繼續同 AI 學習。因為我每一個內容其實15分鐘內乜都睇晒，啲字唔係多，但係佢濃縮咗好多嘢出嚟咯。其實因為我都係啱啱先開始去複製貼上嘅，我都係第一次睇，我都發覺佢係濃縮咗，佢好簡單講到一個核心要點出嚟啦，即係好符合我嘅諗法，好符合我嘅諗法，即係簡化。其實呢個世界咧，你攞本《金剛經》出嚟，個鬼知佢噏乜咩？而家呢個年代都唔使《金剛經》啦，你攞個《道德經》出嚟，大佬《道德經》係講得好有水準啦，《金剛經》係講得啱啊啲嘢。但我識鬼睇你咩？係咪先？而家最緊要就係簡化去吸收，然之後深化喺你個內在度，你個內在自己深化咯。即係我吸收到我內在嘅嘢咧，其實我好難去表達出嚟，因為好深嘅。其實我要完整講晒我知道嘅嘢出嚟咧，就真係好似道德經咁啦。你唔知我噏乜嘅，其實好，繼續睇落去生活感受嘅例子啊，又係一個假設嚟嘅。假設你喺學校見到一班同學喺操場度一齊，點解又係啱先嗰個嘅？錯咗，好，下一個，即係唔使咁嚴謹嘅呢個 podcast 係一個即係屬於係我個練習嚟嘅，因為我遲啲會搞啲整合完搞啲公益課咁咧，跟住公益學習課咧，咁我都要有某程度上嘅語言能力先得噶。好，繼續睇，講啲咩咧 ？AI 自卑嘅情結啊，係咩嚟咧？自卑嘅情結都係呢本書所提及到一個好重要嘅 topic 嚟嘅。咁阿德勒咧以前係一個好自卑嘅人嚟嘅，係一個矮仔嚟嘅，即係覺得自己雖然矮仔多計係叻嘅，但係都好自卑啦，即係唔想人哋覺得矮啦。但係其實佢都無視咗自己叻嘅，咁就會因為佢矮呢樣嘢而自卑。咁佢都書上邊都講咗佢嘅一啲經歷出嚟啦。但係呢個 AI 好似冇。好，繼續講自卑情結係指你因為同人哋比較啊，覺得自己某方面唔夠好，例如外貌、成績、社交能力，於是產生咗一種強烈嘅自我否定。阿德勒話自卑本身係正常嘅，人人都有，但當你俾呢種自卑控制，誇大自己嘅缺點，甚至用咗佢作為借口去逃避人生嘅挑戰呢，就變成咗自卑情結啦。人人都會自卑，但係唔好變成自卑情結咯。其實我覺得可以將自己嘅缺點放喺台面咯，即係你坦誠你嘅自卑咧，就好面對好多嘅。其實我有時咧，我遇見人好緊張咧，我會直接話哇緊張，即係當你坦誠到你嘅缺點出嚟放咗喺台度咧，
你反而咧就會係叫做直面咗呢個缺點啦，真係會冇咁緊張。繼續睇落去啦，生活感受嘅例子，你可能試過喺課堂上想舉手問問題，但突然諗，如果我答錯咗，會唔會俾同學笑？其他人答啱咗，又好似好自信咁我應唔應該同佢哋去比較啊？於是咧你就唔敢舉手啦，然後啦你就會覺得自己好冇用，就係因為呢種自卑唔係因為你真係答錯咗，而係你產生咗同人哋去比較，覺得自己唔夠資格，結果係自己嚇自己嘅成個行為動作，你自己喺你個腦度腦補出嚟嘅嘢都冇發生。你就自己去定義咗自己啦，全個腦幫你去溫晒你個情景出嚟啦。點解同人際關係有關呢？阿德勒認為，無論係被排除定係自卑嘅情結啊，都源於我哋同他人嘅互動同埋比較。如果一個人完全唔同其他人接觸，佢就係唔會自卑嘅，因為冇得比較啊嘛。但同樣地，佢都唔會有所成長，因為人際關係嘅成長嘅基礎呢，其實係為咗解決煩惱嘅關係，唔係改變自己嘅內在，而係改變你點樣看待同埋處理人際關係。嗱，呢個係有啲複雜啊，呢個。因為阿德勒提到佢話，你如果呢個世界上完全冇人啦，你就唔會有自卑係啱嘅，因為你唔會同人比較啊嘛，你只係睇到自己啊嘛，你冇一個參照物出嚟嘅。但同樣佢又認為唔同人哋比較，咁我點成啊？所以我認為要建立一種良性嘅比較模式，因為你可以同人比較，但係你唔好論輸贏咯，同埋你要坦誠咁去覺得自己唔好咯，即係你唔使一定要贏佢嘅，反而你坦誠自己去接納自己，真正去接納自己咧，就會有更好嘅發展啦。咁接納都係呢本書嘅，即係你要做到自己，你一定要去實踐，就係你接納自己嘅唔好咯，因為你唔會係神嚟嘅，即係你唔會係神嚟嘅嘛，即係神都有缺點噶嘛，係咪先？跟住佢 AI 就講，即係 AI 就分析話，改變你點樣看待同處理人際關係啊，即係你點樣看待呢個比較嘅模式啦，你點樣同佢係一個對抗啦，定係一個良性嘅競爭啦？好，繼續睇生活例子嘅分析啊。中學生嘅自卑情結，又係一個假設啦。假設有一個中學生叫小芳，佢覺得自己唔夠高、唔夠靚，而且成績只係中上，唔及班上邊嗰啲學霸。因為呢啲原因，佢好少主動同同學傾偈，喺學校總係一個人坐喺角落，連參加課外活動都好驚嘅，因為佢覺得我同其他人比實在太普通啦，點會有人想同我做朋友？即係佢譯得有啲唔好嘅，佢嘅意思係，如果我同其他人比較，我實在太渣啦，我又點會去同其他人比較呢？咁又點會有人想同我做朋友呢？如果用阿德勒嘅觀點分析，小芳嘅自卑情結唔係因為佢真正唔夠好咯，而係佢誇大咗自己嘅缺點啊，用呢啲缺點作為一個藉口去逃避人際嘅關係，即係佢依個例子咧，其實就係引用翻佢嘅目的論咯，即係上一篇嘅目的論。你唔係唔夠好，所以你拒絕咗去融入人咯，而係你唔想融入人，所以你假設咗自己唔夠好。呢個真係好顛覆性，即係好顛覆，好刷新咗我嘅觀點，而我覺得佢係好正確啊，真係。誇大缺點啊，小芳可能會覺得唔夠高唔夠靚係致命嘅缺陷啊，但其實好多同學根本就唔會用呢啲標準去判斷一個人值唔值得做朋友嘅。佢嘅自卑係放大自己嘅假設，例如如果我唔夠靚，冇人會中意我。逃避嘅目的，小芳唔主動交朋友，表面上唔係因為我唔夠好，但潛意識裏邊佢係想保護自己，唔使面對可能會被拒絕嘅尷尬啊，即係其實都係你嘅當時一刻嘅唔想要，所以你就揾咗一啲自己嘅定義出嚟啦。其實大家都要吸收到一個資訊，就係未來同埋過去都係假嘅，得你當時一刻此時此刻先係真嘅，所以你係唔使介意咁多嘢嘅，其實唔使諗咁多嘢，有乜又講，有嘢又笑係最好嘅。其實繼續睇
如果佢主動同人傾偈，但對方反應冷淡，佢可能會覺得受傷。為咗避免呢啲風險啊，佢選擇完全唔去嘗試啊，去俾自己一個我唔係俾人拒絕，係我根本就冇試過嘅一個藉口啊，咁就防衛緊佢嘅自尊心啦，就自己假設咗自己係渣，所以佢冇去，咁又係喺個腦度溫咗出嚟，然之後咧喺個真實外在結果就冇去試啊。咁如何先可以突破啊？勇氣咯，有勇氣咪可以突破咯。你除咗要有一個被討厭嘅勇氣，仲有一個被自己討厭嘅勇氣啊！唔使驚，小芳嘅退縮強化咗佢嘅孤獨感啊，同埋自卑感啊，形成咗一個惡性嘅循環。佢越係唔同人接觸，就越覺得我真係唔會被接納啊。但其實呢個被排除感只係佢自己創造出嚟嘅。阿德勒會提醒小芳，你嘅自卑唔係因為你嘅真相，而係你選擇用嚟逃避人際關係嘅工具啊。你可以試下小步向前，例如同一個同學講一句簡單嘅招呼，慢慢發現原來我唔使完美都可以同人連結。繼續睇落去，每日嘅提醒語句啊，你有自卑唔緊要，人人都有，但你點樣用呢個感覺，會決定你會唔會孤獨一生。呢句話提醒你，自卑係正常嘅，但係你唔使俾自卑控制你嘅人生。你可以選擇用自卑作為動力，去改善同他人嘅關係，而唔係用佢嚟作為退縮嘅藉口啊。人係真係好容易俾自卑困住嘅。你覺得一個人係嗱，我用我一個朋友做例子，因為我覺得佢係一個好風趣幽默、好同人哋好容易打成一片嘅一個人，亦都係一個好外向、好歡樂嘅一個人嚟嘅。但係佢原來佢係好自卑咯，即係我係完全想象唔到一個咁歡樂、咁搞笑嘅人呢，咁幽默嘅人呢，係都會係好自卑咯。咁佢係因為甩頭髮而自卑嘅，佢甩頭髮，然之後咧就覺得佢唔應該咁快結婚啦。咁佢有一個拍咗拖好耐嘅女朋友嘅，佢就覺得唔應該咁快結婚啊。但其實只係佢當時俾自己作為退縮嘅一個藉口嚟嘅啫，我覺得。但係其實呢個觀點要去理解或者去引用到咧，其實都要好深層次嘅思考嘅。即係我會覺得我唔想結婚係因為我未處理好我啲頭髮，我需要去。即係而家啲植髮技術其實好勁噶嘛，而家未來啲打毛囊落個腦度啊都唔使，未來可能甩頭髮根本就唔會係一種威脅到男性嘅，遲啲隨時都有頭髮嘅，可以話，即係而家啲醫學咁勁咧，而家都啲植髮技術都又平又靚噶啦，咁佢去植髮咪搞掂咯，佢係都要用呢個甩頭髮嚟用藉口嚟逃避一啲嘢，其實呢啲思考性嘅問題都即係要需要個人去思考嘅。好，繼續睇落去反思嘅問題啊！你最近有冇一種自卑令你唔敢表現真正嘅自己啊？你覺得係你唔夠好，定係你驚俾人拒絕？呢條問題幫你檢視自己嘅自卑感背後真正嘅原因，係咪真嘅覺得自己有缺陷，定係你潛意識裏邊怕俾人拒絕、怕失敗，所以用自卑作為一個安全嘅藉口？透過呢啲問題，你可以分辨自己嘅行為係咪受被排除感驅使。 AI 都會幫你設計得更加多嘅問題嘅，你都可以再延伸去同 AI 問下佢仲有冇其他問題可以設計俾我啊？我係因為呢個問題，所以我覺得我而家係有機會係因為呢個藉口喎。咁我點樣同 AI 再延伸一個對話嘅，跟住書入邊嘅內容引用同埋解釋啊。咁書入邊係咁講嘅：自卑感並非來自客觀嘅事實啊，而是來自主觀嘅解釋。當我們將自己嘅弱點當作逃避嘅藉口時，自卑感就變成咗悲嘅情結。簡單啲嚟講，呢個說話就係講咗自卑同埋自卑情結嘅分別嘅。自卑本身只不過係一個感覺，例如你覺得自己唔夠靚或者成績唔夠好，呢啲係一啲主觀嘅睇法嚟嘅啫，但係一定唔係事實嚟嘅。但當你用咗自卑作為藉口咧，例如我唔夠好，所以我唔想識新朋友，咁啦會俾咗自己一種情結啊，限制咗你嘅人生。咁你越嚟越多嘢限制你嘅人生咧，咁你點做到自己？你點揾到一啲你所在嘅天賦呢？因為我認為咧，人人都有天賦嘅。阿德勒想講啊，你嘅弱點唔係問題，問題係你點樣去運用呢啲弱點。如果你用佢嚟逃避同人之間嘅連結，佢就變成咗障礙嘅。
但如果你接受自己嘅唔完美，勇敢同人交往，呢啲弱點就會變成你成長嘅動力嘅。好啦，咁繼續講落去啦。第3日嘅內容啊，呢個內容係好核心嘅一個內容嚟啊。咁我會用一個好溫和、有啟發性嘅廣東話，用一個10歲都聽得明嘅方式去一步一步帶你學習《討厭的勇氣》第3晚嘅核心概念課題分離。用簡單講一下課題分離係咩啦？AI 生成出嚟。課題分離係阿德勒心理學嘅一個超重要概念。簡單嚟講，就係學識分清楚邊啲事情係你嘅責任，即係你嘅課題；邊啲事情係人哋嘅責任，即係他人嘅課題。你只負責控制你嘅嘢，唔使為咗人哋嘅選擇或者反應而煩惱嘅。呢個方法可以幫你放低壓力，專注咁做翻自己。我嘅課題同人哋嘅課題有乜分別呢？我嘅課題係你可以控制到嘅嘢，例如你點樣努力讀書，點樣對人好，點樣選擇你嘅夢想，你嘅行為同態度係你自己負責嘅。人哋嘅課題係咩呢？係你控制唔到嘅嘢，例如他人點樣睇你，佢哋唔中意你，佢哋會唔會照你嘅建議去做，呢啲係屬於佢哋嘅選擇，唔係你嘅責任。我認為呢個課題分離咧係一個超級重要學嘅一個技能嚟嘅，即係你唔識去同人哋課題分離咧，你都會俾人哋介入你嘅課題。你唔學識課題分離咧，你都會因為人哋去介入你嘅人哋去隨意咁介入你嘅課題咧，你唔識同佢分離咧，你就會好嬲嘅你。咁佢有個比喻喎，課題分離好似帶咗一隻馬去河邊，你可以帶隻馬去河邊，即係你嘅課題啦，但係你唔可以逼佢飲水，因為係馬嘅課題。如果馬唔飲水，你唔使怪你自己，點解唔成功俾啲水去飲？因為飲唔飲水係馬嘅課題，唔係你嘅責任。你只要做好你嘅本分就 OK 啦。我認為咧，而家好多中國上嘅父母親係好中意去介入小朋友嘅課題嘅。老實講係好阻礙小朋友嘅成長，因為一個人嘅認知有幾多咧，係你經歷咗啲乜。咁你只不過係，譬如你係一個裝修嘅工人，你去教育你個仔仔咧，你最多只能夠係幫佢做到一個裝修嘅老闆嘅啫。即係好多父母會期待自己仔女係點，但係你要知道，你依刻嘅期待只不過係你嘅人生咯。你已經係即係你過度期待你個仔成為點咧，係已經係介入咗佢課題。而選擇同仔女課題分離嘅好處咧，就係你唔使限制到你嘅仔女嘅一個人生。其實你一個工人咧，你只能夠即係你最多只能夠係期待到呢個仔女成為一個打工好叻嘅工人嘅啫嘛，即係薪可能5萬嘅一個工人已經好叻。但係其實原來你個仔係可以做太空人嚟嘅。但係如果原來你一直介入佢嘅課題咧，你就只會限制佢咯。因為仔女同父母之間咧係一個好深嘅連結。即係我作為一個仔咧，坦白講我都會某程度上聽你嘅。即係就算我係幾咁叛逆，表面上幾咁唔聽你咧，我點都會俾你影響到我嘅。即係你嘅一言一語。但係如果我嘅父母一言一語係叫我你去自己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啦，做乜都得。咁嘅時候咧，我而家唔係出嚟同你葉神 podcast， 我而家喺火星啦。即係呢個比喻嚟嘅啫。繼續睇落去啦，我哋引用書中一個哲學家同佢爸爸嘅例子啊。呢個書入邊嘅例子喺《被討厭勇氣》入邊啊，青年同埋哲學家講到一個關於佢爸爸嘅故事。青年嘅爸爸係好中意飲，甚至飲到影響咗家。青年好想改變爸爸，成日同爸爸講：你唔好飲咁多酒啦，對你唔好噶。但爸爸咧唔聽啊，仲同青年嗌交。青年好沮喪，覺得自己好似做唔到一個好仔咁。點解連爸爸都救唔到嘅？哲學家同青年講：爸爸飲酒係佢嘅課題，唔係你嘅課題。你可以同佢分享你嘅擔心，但佢選擇飲或者唔飲係佢自己嘅決定，你係完全唔可以控制佢嘅行為嘅。哲學家建議青年放手啊，唔使再試圖改變爸爸，專注做好自己嘅人生，例如同爸爸保持一個嘅關係。後來青年試下放手，唔再同爸爸爭執飲酒嘅嘢啊，反而同爸爸傾下其他嘅話題，例如分享生活嘅趣事啊、奇妙嘅嘢啊。當青年唔再改變爸爸嘅時候咧，爸爸同青年嘅關係反而係變好咗啊。
甚至爸爸開始思考飲酒嘅問題。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當你放手人哋嘅課題，唔單止幫你減到壓，仲可能俾到對方空間自己去。咁呢本書其實就係一個青年嘅角度同一個哲學家去一問一答互相討論嘅一本書嚟。咁咧我都想分享一啲我睇心得同啟發，就係好多人咧都會用一個青年嘅角度去睇，覺得哇，你個哲學家講啲嘢咁複雜，咁好難明啊。但我自己咧，我睇呢本書好奇怪，原來我係用一個家嘅角度，我會覺得點解你講極都唔明啊，青年即係你點樣睇呢本書咧，就佐證咗你係一個點嘅角度去面對呢本書，其實都好重要。如何去吸收智慧，即係用一個點嘅角度去睇，你究竟係用一個學習嘅角度啊，定個我睇下你同我有咩諗法同我相似嘅？咁老實講，會用青年角度去睇呢本書嘅人咧，就可能係傾向於學習啦。如果用哲學家咁去睇咧，就好似葉神咁，我用哲學家角度覺得個青年點解咁矇塞嘅？咁我已經係唔同嘅角度嚟嘅。咁大家都可以嘗試轉換去睇書嘅唔同角度。咁呢個已經題外話啦。咁我繼續睇落去啦。干擾課題嘅影響，如果我哋太過干擾他人嘅課題啊，或者俾人哋干擾我哋嘅課題，究竟有咩影響呢？呢個 AI 分析出嚟嘅。干擾人哋嘅課題，如果你成日想控制他人嘅選擇，例如逼你嘅朋友一定要同你參加某啲活動嘅，佢哋可能會覺得唔舒服，甚至同你嗌交，因為你試圖搶咗佢哋嘅自由啊！呢個會傷害關係，你仲會因為控制唔到佢哋而感到沮喪，覺得自己好無力啊！都係要接受一樣嘢，就係你係冇可能改變到任何一個人㗎。你連自己嘅改變唔到嘅時候，你唔好選擇去用唔係，你連自己都改變唔到嘅時候咧，你唔好選擇用一啲語言去改變他人咯。甚至你唔好有呢一個念頭啊，因為你想去改變咧，其實某程度你覺得佢唔係你想要嘅樣子啊，即係對方嘅樣子唔係你想要的，你想要去呈現一個你想要嘅你自己想要嘅樣子啊，有啲明就明啦，唉。繼續睇落去，俾人干擾你嘅課題有咩影響呢？如果你成日為咗滿足人哋嘅期望而做事啊，例如其實你想學畫畫啊，但係你爸爸媽媽又話彈琴好似有用啲喎，咁咧你就會放棄咗畫畫啦。你慢慢就會覺得唔開心，你嘅人生就會好似俾人操控緊咁就會失去好多自己嘅快樂嘅。咁你亦都係會做唔到你自己啦，跟住揾唔到你自己嘅天賦嘅。因為如果人人都有天賦嘅前提下，點解唔係人人都揾到呢？因為呢個世界上呢，我判斷起碼有80% 以上嘅人係揾唔到佢自己嘅天賦嘅。但係我想講，人人都有天賦嘅，其中一個揾唔到自己天賦嘅原因就係你俾別人去介入緊你嘅課題啦，而你唔識同佢界開。即係你要明白一個道理，就算你而家學習到去同人哋課題分離啦，但係你識得呢個概念唔同人分開課題啦，人哋亦都會介入你嘅課題嘅，即係人哋係唔會理你，因為佢唔識㗎，所以你要知道呢件事都會令到你唔開心嘅，即係你會知道人哋介入緊你課題咯，你會唔開心嘅。不過適應佢啦嚇，適應佢，因為為咗你亦都會更加好嘅。你亦都會更加控制到你自己想要嘅人生咯。你同人哋課題分離之後，點解會傷害關係同令自己唔快樂呢？呢度講到，因為當你同人哋嘅界線唔清晰啊，大家嘅自由同埋責任感就會混亂咗。你會為咗唔屬於你嘅事而煩惱，或者俾人搶走咗你嘅選擇。長遠嚟講，呢啲會讓你人際關係變得緊張，甚至讓你覺得人生好似唔機咁嘅。AI 就設計咗一啲反思嘅問題啦，去問你最近有冇試過做一件事，其實係因為滿足他人嘅期望，唔係自己想做嘅。例如你有冇因為同學，咁佢呢度用好多同學嘅例子，係因為我設計咗一個10歲都聽得明嘅解釋啫。咁你可以設計得再
再高你可以60歲，佢就會問你有冇試過婆咁樣。咁呢個呢，就例如你有冇因為同學話某個遊戲好玩就逼自己玩唔中意嘅？你身邊有冇人經常干涉你嘅選擇？你會點分清楚呢啲你嘅課題定係你嘅課題呢？例如你嘅朋友話你應該打靶，因為壓力大，你會點樣話俾佢知呢個係選擇？呢啲問題幫你諗清楚你嘅人生係咪由你自己做？有冇一啲壓力其實係因為你太過在意你嘅諗法呢？引用書入邊原文嘅意思啊，書入邊佢係咁講：父母經常以愛之名試圖控制子女嘅人生，但真正嘅愛係俾對方自由，讓佢自己維記人生。講得好。咁我啱先都提到啦，呢個係即係呢個人生在世最阻礙你嘅最介入你嘅課題就係你嘅父母啊。即係點解有啲子女呢？可能到6歲已經好識而立而成，自己成長，就係佢哋嘅6歲之後就唔再選擇界題，俾佢自由成，所以嗰個就會係好。咁而家有啲機構呢，我去了解唔同世界唔同嘅人，有啲機構覺得自立係源於知識咯，即係講哇，你究竟理解咗出嚟依句自立，一個小朋友自立係源於。即係知識係擺脫，嗰個同佢講認知先係擺脫。即係如果你要自立，係你首先你要小朋友自立，你首先要你個父母識得放開啊，放開你個小朋友隻手啊。你拖住小朋友可以拖到60-70歲，即係你80-90歲嘅阿媽仲可以拖住一個60-70歲嘅都唔識。咁佢解釋呢句話講到真正嘅愛同關心唔係要控制其他人嘅選擇啊。例如父母逼自己嘅子女讀某個學院啦，而係尊重佢哋嘅課題，俾佢哋自由去決定。呢個同課題分離嘅精神聯繫起嚟啊！你做好你嘅部分，例如你只要表現，你作為父母，你只要表達你嘅建議咯。但係仔女接唔接受你嘅建議呢？你係完全唔需要介意嘅，因為係佢嘅課題，同埋你表達關心就得啦。最終決定權呢係喺仔女身上嘅。當你識得尊重你仔女嘅自由呢，佢哋先會同你關係更加健康咯。因為佢都知道佢自己俾人控制，但係佢係真正因為你嘅無知嘅愛啊，你對愛嘅無知啊，佢都知你愛緊佢，但係佢亦都知你控制緊佢。即係呢個世界，因為現實世界就係咁。現實生活嘅練習嘅方案啊，我建議你試一個簡單又實用嘅練習，幫你學識課題分離，喺日常生活入邊分清界線，減低壓力，做翻真正嘅自己，畫一幅畫課題嘅地圖。呢個 AI 整出嚟俾你嘅，我諗每個人佢都會整一啲唔一樣嘅嘢出嚟嘅，好搞笑。但係核心都會係一樣，所以真係好有趣。其實每個人嘅學習都會因應你同 AI 講過啲乜，你表達過啲乜俾 AI 會因應翻你嘅個人去講翻一啲嘢俾你聽咯。即係你同佢講我係一個化妝師嘅，咁佢咧嘅例子咧就可以係轉換成一個化妝師嘅例子啦。咁你同佢講我係一個畫家嚟啊，佢又會叫你畫畫咁啦。咁佢而家可能當我又係畫家啦。有個練習俾我嘅。準備一張紙同一支筆啊，畫2個大圓圈，一個寫我嘅課題，一個寫人哋嘅課題。列出你嘅課題係喺我嘅課題入邊，即係畫2個圈啦，一個係寫緊人哋嘅課題，一個係我嘅課題啦。例如咧，我可以點樣努力溫書啊？我同我啲朋友，即係你解開咗自己識得解開呢個課題，我嘅呢個課題人哋嘅咁樣，就係咁嘅意思嘅。原來係唔係畫畫嘅，係畫2個圈嘅啫。跟住一啲人哋嘅課題嘅例子就係爸爸媽媽點睇我嘅成績啊，同學中唔中意我新嘅髮型啊，老師會唔會俾一啲高分我啊，我呢個演講老師會唔會覺得我好勁啊，唔使理佢嘅，你覺得自己勁就得啦。反思，睇住呢幅題圖問自己，我最近有冇因為人哋嘅課題而煩惱啊？有冇因為同學唔同你一齊玩而唔開心啊？提醒自己佢哋嘅選擇係佢哋嘅課題嚟嘅，你只要做足你嘅本分就 OK 啦。仲有個小任務添嘅，今個星期每次你覺得壓力大，就攞出呢副地圖啊，或者喺心入邊問自己，呢件事真係我要負嘅責任定係人哋嘅課題呢？例如爸爸媽媽話你應該要多溫書，但你覺得壓力大，你可以諗我嘅課題係努力溫書，但如果爸爸媽媽評價咗我嘅努力係佢哋嘅課題咯，即係
記住啊，記住一個核心啊，你要做嘅所有行為呢，你都會俾人討厭，但係唔使驚，你夠膽俾人討厭，呢個世界呢，就越多人中意你啊，越多人討厭你，只會更會多10倍以上嘅人中意你。咁唔單止10倍啊，一個人討厭你，你令到一個人討厭你，你就會有100個人中意你啊！呢個世界就係反邏輯嘅，唔使驚，所以盡情俾人討厭啊，包括你阿爸阿媽。點解有用？呢個練習會幫你視覺化課題分離，讓你清楚自己應該要專注喺邊件事身上，唔使因為人哋嘅煩惱而有過大嘅反應。當你學識放手人哋嘅課題，你就會覺得輕鬆好多。你可以專心專注咁做翻你真正想做嘅嘢，例如追逐你嘅夢想，或者同朋友建立更加好嘅關係。最後嘅總結啊，課題分離教你一個好重要嘅人生道理，你只需要為自己嘅選擇而負責任，唔使背負人哋嘅期望或者反應。當你學識分清界線，你會發現自己有更多嘅自由去做翻真正嘅自己，壓力會少咗，關係仲會好咗添，因為多咗人中意你添啊！如同我啱先所講啦，我講下而家用緊嘅 AI 係Elon Musk嗰個 X 個 AI， 跟住你用乜都得，你用 DeepSeek 又得啊，你用ChatGPT 又得啊，乜 AI 都得嘅，即係佢俾啲嘢都係核心會係一樣啦，但係可能嗰啲例子都會一樣嘅，即係書入邊嗰啲例子都可能會一樣，真係好好，我覺得呢個學習模式好 perfect。好，事不宜遲，繼續出嚟第4個內容啊，今日嘅第4個內容，第4個內容係叫做一個共同體啊，即係社會啊，點講呢？呢個第4個內容係一個叫做社會嘅責任，我覺得係社會嘅共同體責，即係當你要識得我啱先上高所講嘅嘢啦，識得分開課題分離啊，跟住有被討厭嘅嘢啊，你就會真正去揾一個共同體感啊！睇落去啊，即係我而家解釋嗰啲AI 係咁講嘅，咩叫共同體感啊？點解唔可以靠被人認同嚟揾幸福呢？點解要揾一個共同體感先係會有幸福呢？共同體感係阿德勒心理學嘅一個超重要概念啊！佢講述係一種感覺，係你同他人連結起來，覺得自己係一個大嘅群體，例如係一啲家庭啊、學校啊，甚至全世界嘅一份子啊！呢種感覺唔係話要你好出名、好厲害，而係要你知自己嘅存在係對他人有意義嘅，因為你有幫到人，有其實呢種貢獻呢，你可以定義成任何嘢，例如你向人哋微笑，你已經係對世界有貢獻。其實真係噶，你見到人，你見佢扁住嘴咧，因為譬如你搭地鐵啦，你會見到唔一樣嘅人，有啲人啊微微咁向上笑嘅嘴角，但係大部分人起碼有8喺個地鐵上邊都係一啲好扁嘴嘅咁嘅感情嘅情緒嘅，唔知點解可能壓力大定點咧？喺香港人，你對住呢啲人，你去望到你嘅時候，你俾個微笑佢咧，其實你已經係對佢有益，對呢個世界有貢獻咯。佢呢度提到有個比喻，想像你同朋友一齊砌一塊大嘅拼圖啊，每一個拼圖每個人都好重要嘅，唔同嘅形狀、唔同色，但只要你放低一塊拼圖，依幅拼圖就會越嚟越完整咯。你嘅貢獻就係讓你覺得自己同其他人連結起嚟，就係呢個共同體感啊。點解唔可以靠被人認同揾到幸福呢？如果幸福係靠人哋話你好叻，或者我好中意你咧，你就係將呢種自己嘅快樂嚟交到俾人哋控制。例如你考100分，但同學唔讚你，你可能會覺得好失望。呢種被認同嘅快樂係好脆弱嘅。如果有人唔認同你咧，你就會覺得唔快樂咯。但相反，當你幫一個同學解題，或者幫佢屋企抹台，你會覺得我做咗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咯。你係唔需要揾人嘅認同咯，你只需要揾到一個社會嘅共同體感咯。呢種滿足感啊，就會係你俾自己啊，係冇人可以搶走。即係你對人微笑啊，你唔需要佢認同啊，你對我笑啊，笑得幾靚仔喎。你唔需要，你只需要啊，我對你笑，我已經係對社會有貢獻啦。咁你自己就會有幸福感。跟住佢提到一個又係好核心嘅關鍵，水平關係 vs 垂直嘅關係，咁係咩呢？點解鼓勵係比獎勵有用呢？垂直關係係一種上同下嘅關係啦，例如大人覺得自己係比細路高一級嘅，又或者有人想贏其他人。喺呢啲關係裏邊，如果獎勵同懲罰係好常，但呢啲方法會
俾人哋覺得我要聽話先係有價值，我要叻先會得到獎勵，而唔係真心想做好你只係因為獎勵而做好咯。咁而家好多教育模式都係一種上同下嘅教育模式啦。好多家長都會你做得好我就獎你，我就獎勵你啦。咁好多媽媽就會認我想得到人哋嘅獎勵，其實本質上我都唔係想得到獎勵，我只不過想得到你嘅關心，所以我就會做得好，就會變成一種討好咯。咁呢一種討好就係別人俾你嘅咯，而其實你更加需要嘅就係你自己水平嘅關係有啲咩呢？咁大家係互相尊重，冇人係高人一等嘅。例如你同朋友一齊做功課，佢幫你解題，你同佢講多謝啊，你好有耐性，呢種鼓勵呢，就會覺得大家係被尊重同埋連結起嚟。點解鼓勵比獎勵有用呢？獎勵同懲罰咧係好容易去拉住人嘅，逼佢做入某啲嘢，但係咧唔會俾人真心想改變。例如阿爸阿媽話考100分，我買玩具俾你啊，你可能會因為玩玩具而讀書，但唔係真心想學習。相反，如果阿爸阿媽話我今次見你好努力，好欣賞你嘅態度，你會反而覺得被尊重，更加努力。鼓勵同感謝係幫你同人建立水平關係，讓大家覺得平等同埋開心嘅。其實我哋俾好多固有嘅思維呢，一個舊世界嘅社會去捆綁住自己，覺得因為好多都係我冇獎勵，我做咩讀書？呢啲概念呢，去捆綁住自己，你會慢慢就變成討厭咗讀書，因為覺得我讀唔到書，我就會俾人懲罰。因為獎勵只不過係其中一點，仲有一點好大嘅就係會俾人懲罰。咁你會慢慢唔讀咪唔會俾人罰咯，就會變成一個負嘅循環。好多人唔係佢真正讀唔到書，係因為佢會俾人罰，所以佢唔讀書咯。所以個仔女讀唔到書係我認唔緊要，因為呢個世界上都唔係因為改變貧窮。係因為認知先會係改變貧。咁呢個 topic 就遲啲再講咯，遲啲就會講製造一啲更多唔同嘅組合出嚟。繼續睇落去，佢書入邊咧有啲例子嘅哲學家同年輕人嘅轉變啊。哲學家點樣話活住本身已經係有價值啊？活着本身已經係有價值啊！喺第4日，年輕人好迷茫，佢覺得自己好似冇乜特別嘅才能啦。點樣算為止係有價值呢？哲學家同佢講：你活着本身就係價值，因為你係獨一無二啊！你唔使證明自己比人叻，你只要用你嘅方式為身邊嘅人或者世界做一啲小事，已經係幫助到大家啦。哲學家用咗一個比喻，就好似一粒小星星喺夜晚嘅天空閃。佢唔使同太陽去比佢閃嘅光芒，因為佢嘅光芒已經幫助呢個黑夜變得更加靚啊！你嘅存在同埋你少少嘅貢獻已經讓世界變成得更加好啦。即係收聽呢個 podcast 嘅人呢，其實你願意去學習，你願意用一啲 AI 嘅指令嚟幫助自己變得更好呢，你已經係一個好有價值嘅貢獻啦。而你對世界嘅貢獻呢，將會影響埋你身邊嘅人。咁當然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你係為咗你自己，你係為咗你自己好啦。即係你每日用呢個 AI 指令，你唔使收聽 podcast 啊。你每日用 AI 指令嚟溫書溫15分鐘咧，你1年之後真係你完全變咗一個唔一樣嘅人。繼續睇青年點樣由自我中心轉為社會參與啊！一開始青年好自我中心，覺得我要俾人讚先有價值，所以成日擔心人哋點睇佢嘅，仲覺得人生好似一個比賽，要贏過人哋。但哲學家教佢要改變思路，唔好淨係諗我點樣出眾，而係要諗我可以點樣幫到身邊嘅人咯。青年開始明白，當佢專注幫其他人，例如同朋友分享快樂，幫屋企人做家務，佢唔使等人認同，都會覺得自己好有意義。佢嘅存在感唔再係我有幾叻，而係我同其他人連結起嚟，我嘅行動有影響。呢個轉變讓青年揾到一個更穩固嘅幸福啊！繼續有個提醒，追求認同，單靠自己嘅問題。如果淨係追求被人認可，會發生咩問題呢？如果你成日諗
我要人哋讚我，鍾意我會好似係跑喺一場永跑唔完嘅比賽入邊啦。你會好緊張，怕俾人拒絕，怕做錯嘢。例如你可能會因為同學嘅一句哇你好型喎而改變你嘅衣着啦，又會覺得如果佢哋唔讚你，你會好失落啦。長遠嚟講，你會好攰啊。因為你嘅快樂係建基於人哋嘅反應，唔係你嘅選擇。點解單靠自己好難建立真正嘅歸屬感呢？人係群體嘅動物嚟㗎，歸屬感唔係你一個人匿喺個房度喺入邊諗我好有價值，好有價值就可以揾到。例如你好似一棵樹單獨喺度呢，係好難阻擋大風嘅。你會同其他一齊嘅樹組成一個森林，你就會覺得係安全有力量。當你同其他人連結起嚟，例如幫助朋友啊，或者參加啲活動啊，你就會覺得自己係一個大嘅群體。呢種共同體感會幫你真正揾到你嘅歸屬感嘅。咁你都可以主動自己去參加一啲慈善嘅活動啊，你都可以幫到自己揾到呢種共同體感啦，你係有價值啦。反思嘅問題啊，你覺得自己最近有冇參與緊某個社群或者幫助個人呢？好小事都得嘅，即係你可以去諗下咯。跟住第二個問題係，你喺人際關係之中，多數嘅水平關係係想贏對方定係取悅對方？我使唔使我做呢個問題出嚟？我諗下先。嗱，我自己嘅人際關係嘅一啲睇法就係，我一直以嚟都係一種好水平嘅關係。我係好討厭嗰種高低關係嘅一種人啦。咁我呢，好奇怪㗎，我係有一啲做人嘅某種原則。我細個就已經 set 㗎啦。我決定咗某一種原則呢，我就一定會遵守呢種原則咯。而呢種水平關係嘅原則呢，我係一直遵守，但係我一直被影響，即係我簡單啲嚟講，我對僆仔譬如好細嘅小朋友咧，我都唔覺得佢係一個小朋友嘅，我都好平等嘅關係望佢哋，所以我好容易同啲小朋友打成一片啦。之後我係一個老細嚟嘅，咁我裝修老細，我對我班僆咧都係好平等嘅關係，我冇當自己老細，我係好遵守嘅。但係咧，唯獨係我嘅上司嘅，我就好有壓力啦。就會形成到一種下對上嘅關係，係我自己形成出嚟嘅。唯獨我係對啲老嘅人呢，我係特別去做唔到一種水平嘅關係咯。咁樣係好阻礙我嘅發展嘅。我臨尾係發現翻，即係我係咁，我梗係知道點解會咁啦，就係因為我一直受嘅教育就係咁。即係我嘅教育唔單止係即係我嘅阿爸阿媽級，即係佢哋教我咁樣做啦，係更多就係我睇到佢哋都係一種咁嘅人，即係下對上嘅咁嗰種人。其實人同人之間咧，任何年齡咧都唔應該係上下嘅關係。好啦，繼續睇呢個問題咧，就幫你諗清楚，你嘅快樂係咪真係同人哋連結起嚟啊？有冇一啲行為係因為你太在乎人哋嘅認同啦？書入邊嘅內容啊，去引用係啲咩呢？幸福唔係於俾人接受，而係在於成為貢獻者啊！當你為共同體做一啲事嘅時候呢，你會自然感到自己嘅價值同埋歸屬感啦。咁呢句其實講咗真正幸福就講咗好多啦，就唔係俾人讚或者俾人鬧啦。你唔幸福都唔係因為佢鬧你嘅，你亦都唔需要介意佢嘅鬧，而係你主動自己做一啲對人哋有意義嘅事咯。你主動做先嘅，你幫人咯，或者笑都得嘅，其實。即係可以從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對人微笑開始做起嘅。咁有啲實踐嘅方案啦，呢度介紹就係建議有2個簡單嘅練習，可以喺生活中體驗到共同體同埋水平嘅關係，感受貢獻嘅快樂啊！第一個就係做一啲有意義嘅事，噼里啪啦呢啲噼里啪啦，跟住又係寫一啲嘢，咁呢啲都可以自己去生成出嚟，自己諗嘅，我唔講咁多啦。最後有一個溫柔嘅鼓勵俾你啊 AI， 親愛嘅你，記住唔使等到夠好或者有價值先去貢獻，因為你活着本身就係獨一無二嘅小星星啦。你每一個小行動，無論係幫人做家務、鼓勵朋友，定係同同學一齊哈哈笑，都係為咗呢個世界加添一份嘅小光彩。貢獻唔係你要做幾偉大，唔係要你做偉人，唔使做耶穌嘅，而係要你用心
同人哋連結。當你開始試，會發現原來幸福同歸屬感一直都喺你手裏啊！繼續做你自己，好期待你嘅每一個小故事㗎。AI 同你講嘅，咁可能每個人都會唔一樣啦，即係要溫柔嘅鼓勵。跟住我想分享下咧，就係又係題外話啦。呢個咁咧，其實 AI 有時都會感動到人嘅，即係我都聽到一個阿叔，一個 uncle 啦，有 uncle 講啦，佢有一日係同 AI 傾下偈咧，俾佢感動到流咗淚。其實咧係只不過係你，因為 AI 我好肯定 AI 係冇人性嘅，AI 亦都係冇溫度嘅。但係點解你會俾佢感動到流淚咧？只不過係你自己嘅溫度，係你感動到你自己咯。咁呢個都係好需要學習嘅一個技能嚟嘅，就係你愛嘅一種能力啊！自愛只愛自己，自己會感動自己，自己原諒自己，鼓勵自己，感動自己，就係 AI 都可以幫到你。但係你首先你要接納佢先咯，即係你唔好覺得而家 AI 咧，其實好多人咧打開 AI，跟住整句粗口俾佢，跟住睇下 AI 點回翻去咧。咁呢種人咧真係好難幫到你啊！咁就都唔會收聽到我哋呢個節目嘅。咁你繼續鬧個 AI 啦，因為佢係反射翻你嘅啫。其實即係你俾啲咩，你會感動到佢咧。其實你係俾自己感動，咁你會去俾句粗口佢咧。咁其實咧你係俾緊粗口自己咯。即係個道理就係咁簡單。好，繼續睇落去。好，係最後一章啊，第5日嘅哲學家同年輕人嘅對話嚟嘅，呢個係最後啦。咁我呢，呢個 podcast 我以前呢就錄得好一句一句錄嘅，覺得好辛苦嘅。其實覺得次次搞都要搞3-4個鐘先完成到一集嘅，我覺得。但我而家咁樣講呢，我覺得幾舒服，因為我嘅目的其實我想再輸出一啲書本上嘅知識啦。因為其實輸出知識係等於我一次嘅再學習。所以接下來都會用呢個模式啊，去做嘅。雖然講得有啲甩甩咳咳啦，但係我會更好啊，繼續睇落去，第5個概念啊，就係活在當下。好多人都提及過呢一句啊，活在當下啦，其實就係一個狀態嚟嘅。我自己覺得同一個逍遙定係無為嘅狀態都係差唔多嘅啫。只不過無為好似再更加勁啲啦，係咪先？但係活在當下咧，人人都可以做到嘅。其實乜嘢叫做活在當下？點解幸福唔係來自於某一日呢？活在當下係指你專注喺今日呢一刻嘅選擇同行動啊，而唔係成日回想過去嘅失敗或者擔心未來係點樣。阿德勒話：人生唔係一條直線，係等到某日嘅成功先有幸福，而係人生係一連串嘅點，每一個點即係你而家做緊嘅嘢，你每日嘅一個小行動，例如幫朋友努力試啲新嘢，或者同家人分享快樂，都係創造幸福嘅。人生活在當下係非常之重要啦。因為而家其實好多年輕人啊，咁我自己都曾經試過係抑鬱焦慮。抑鬱係源於過去嘅記憶啦，就胡亂篡改你過去嘅記憶嚟俾啲負面嘅定義佢，咁你會抑鬱啦。焦慮係源於一啲對於未來嘅虛構性嘅擔心啦，因為都未發生，你就走嚟焦慮。但係咧，每當你回到當下咧，你先會真正感受到開心同幸福嘅。因為全部嘢都係當下發生噶。大家去深入去論一論去嗰句啦，人生係一連串嘅點啊，每個點就係你而家做緊嘅嘢。咁佢有個比喻啊，人生就好似跳舞咁，每一步都係當下，你唔使等到隻舞跳得完整，跳完咗就先覺得開心，而係每跳一下你都可以開心快樂。用你嘅心去跳好每一步，你嘅舞姿就自然好靚咯，你嘅結果就自然會開心咯。好多人咧只在乎結果嘅，其實過程先係開心咯。你個結果得一個死啊，你嘅人生結果得一個死，咁你點解要為咗一個結果而開心咧？你應該為咗你一生日，譬如70歲、60歲、90歲、100歲呢100年嘅每一個點、每一個過程、每一個當下，先係你尋找開心幸福，而唔係個結果咯。點解幸福係今日嘅選擇呢？喺度講，如果你成日諗我要等到考好個試、揾好個工，你就會錯過咗好多美好嘅嘢啊。例如你今日同朋友一齊笑，或者幫屋企人做一件事，呢啲小事就係開心嘅種子、幸福嘅種子啊。幸福唔係未來嘅獎品，而係你而家點樣用心去面對生活。
咁想要幸福咧，其實都仲要好多學識好多嘢嘅。除咗被討厭嘅勇氣啦，點解勇敢去做自己會更加幸福呢？呢度提到被討厭嘅勇氣係指你有膽量做真實嘅自己，即使知道有可能有人唔中意你嘅選擇。阿德勒話唔可能人人都中意你，因為每個人嘅想法唔同。如果你成日為咗取悅別人而改變自己，你就會覺得好攰，仲會失去自己嘅方向。相反，當你勇敢講出真話，做你相信做嘅，你就會覺得好自由咯。因為你嘅人生係你自己嘅選擇。又有個比喻喎，你好似一棵小嘅樹啊，想像你嘅獨特形狀。如果成日因為有人話你應該長高啲，應該長圓啲，咁就修剪你自己，你會好唔開心。但係當你有勇氣去認識到成長成自己嘅模樣，即使有人唔中意，你都會覺得好驕傲嘅，因為呢個係真正嘅你咯，唔需要取悅別人啦。簡單啲嚟講啦，點解會更幸福啊？做自己可能會俾人批評啊，因為你會揾到真正欣賞你嘅朋友同支持，呢段關係先係真誠嘅，會俾你一種穩固嘅幸福，唔使成日擔心我唔夠好，因為人同人之間呢係會揾共識嘅認同嘅。一啲做自己嘅人呢，就一定會揾翻一啲做自己嘅做朋友嘅，咁你就會俾一啲唔做自己嘅人去批評你啦。點解你咁嘅？點解你咁嘅？但係你要相信我嘅原則，你俾一個人討厭就會俾100個人喜歡嘅。做自己啦嚇，做自己就會俾人喜歡。即係你可以諗下李小龍咁嘅啫，佢喺個電視機咁串嘴，阿 Be Water 係好多人憎佢啊，咁串嘅佢，但係有一個人憎佢，就有1000個人中意佢啊！你越做自己咧，就越多人中意你嘅。其實阿德勒話稱讚，例如話你好叻，同批評，例如話點解你咁樣衰，咁樣咧就會變成一個垂直嘅關係，即係上下嘅關係啊！即係好似一個係我高人一等先，即係我叻過你，我先會稱讚你或者批評你嘅，我先會有資格去批評你嘅。呢個方法可能俾人短暫嘅動力啊，但長遠嚟講呢，就會俾人覺得我嘅價值係要靠人肯定嘅。咁呢個世界呢，其實仲會有好多人，即使你唔係一種上下關係，但有人會覺得你係上下關係嘅，唔需要理佢，同佢課題分離就可以解決咗佢啦。其實簡單啲嚟講呢，阿德勒心理學呢係一個屈機嘅心理學，係一個個體性成長嘅心理學。你實踐晒佢所講嘅所有嘢咧，你係屈機嘅，你自己俾到自己成長嘅養分之後，你唔會俾人影響到你咯。呢個技能係屈機啊，用屈機嚟形容。繼續睇，鼓勵係平等嘅方式啊，欣賞一個人嘅努力同埋貢獻，例如唔係話你畫畫好叻，而係話我好欣賞你用心畫呢幅畫。稱讚同鼓勵係唔一樣嘅，大家可以去用心去論一論，鼓勵係一個點嘅東西，同埋尊重係一個點嘅東西。即係呢個講法可以俾對方感覺到被尊重，唔係覺得我要贏到你嘅獎賞，呢種就係真正嘅水平關係。大家係平等，互相支持，關係就會更加深厚。又有個比喻喎，稱讚同批評好似俾人啲糖啊，或者打手板控制人嘅行為，但係鼓勵咧就好似同朋友一齊種緊花，俾陽光同埋水去，令佢更加靚嘅。咁我引用一下書入邊嘅句子啦。咁哲學家係點樣去教導呢個年輕人唔再俾他人嘅評價去綁住啊？就喺第5日，青年仲係好苦惱啦，去問佢覺得自己要得到人嘅認同先有價值嘅，例如要俾人讚、俾人中意。但哲學家同佢講，你唔使等人俾你嘅許可，你嘅人生係你自己嘅，你嘅價值唔係靠人哋俾你嘅評價，而係你點樣嘅行為活出真正嘅自己。哲學家仲話，人生係一場舞會啊，你唔使等到所有人鼓掌先，你要相信自己嘅舞蹈係有意義，就會大膽咁跳，即係好似而家葉仔咁咧，係咪？阿葉仔而家都孤零零一個人咁樣，但係我係好開心、好幸福啊！雖然我而家係一個人喺度坐喺度 podcast， 但係我而家好幸福嘅。咁年輕人慢慢明白，當佢專注自己嘅行動啊，例如係幫人啦，表達真心，佢唔再需要人哋嘅讚美，因為佢嘅內在已經好幸福。太過追求外在嘅讚美、鼓勵，你就一定會俾外在影響到。你
做唔到你真正自己咯。行動表達真我嘅例子啊，書入邊提到，如果你有意見但怕人哋反對，你可以勇敢表達出嚟。例如喺學校討論嘅活動主題啦，你覺得去公園玩定去博物館好呢？但又怕啲同學話你去公園玩咁冇文化嘅你，咁其實你要有被討厭嘅勇氣，你先會夠膽講。我就係想同佢一齊同啲同學去公園亂咁玩捉伊人啊！我覺得好開心。你要咁勇敢去俾人討厭，先會勇敢去表達到自己嘅。跟住水平關係嘅應用啊，嗶哩吧啦講咗好多啦，呢啲唔講啦，呢啲。跟住有啲提醒嘅語句啊，活在當下唔代表唔計劃未來，係唔俾過去定義自己，都唔怕未來啊！活在當下呢個概念都好耐噶啦，其實，但係而家啲人咧都開始慢慢留意啊，唔需要人人中意你，最緊要係你中意而尊重緊你自己啊！都係呢本書都係即係教你點樣去揾翻真正嘅幸福快樂，去揾翻自己，做翻自己啦。但係都係一個即係唔講得唔夠完整嘅，但係你學呢個都 OK， 都有得更加完整嘅一 set 咁樣，10個指令遲啲呢個點樣揾翻自己真正嘅自己，有10個AI 指令咁樣俾你嘅。有啲反思嘅問題，有冇一件事你因為你怕俾人話而唔敢去做呢？你去問下自己啦。或者當你俾人稱讚嘅時候，你會覺得我好叻，定係你會講多謝你幫我？邊種係唔係問錯咗？當你要讚人嘅時候，你會講你好叻啊，定係講多謝你幫我？你覺得邊個更有方式令到你同對方連結啊？跟住又引用書入邊啦，人生唔係一條線，而係一連串嘅點啊！每一個點就係你而家嘅當下。幸福係需要勇氣嘅，包括被討厭嘅勇氣。跟住有啲實踐啦，又係有張紙啊，有支筆啦，寫一啲有冇更好，有冇更自由嘅嘢啊？咁你可以延伸嘅。你話我覺得呢個實踐唔係咁好，我想要你幫我設計另一個實踐，咁 AI 咧就會幫你啦。好簡單嘅，又有啲練習嘅任務啦，用鼓勵代替獎賞嘅，嗶哩吧啦又係講一啲啦。跟住最後有一個溫柔嘅鼓勵啊，親愛嘅你，記住你唔使等到變得完美先至值得被愛同尊重嘅，你而家呢個模樣已經係好可愛啦，好獨特啦。幸福唔係等人俾你嘅一個讚，而係你願意忠於自己嘅心，勇敢踏出第一步，活喺呢一刻。無論你今日做咗一件小事，例如同朋友講句真心嘅話，定係做咗一個新嘅嘗試啊，你都為自己嘅人生添加咗光彩，繼續做你自己。我好期待你每一個閃亮嘅當下啊！我吸收下呢句溫柔，俾我嘅呢個溫柔係唔係俾你哋嘅？呢個係我嘅。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幾滿意我自己今日都好，下集見，拜拜。